几位？讲台语，提百万！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安家。安对。好啦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 AKB 队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， 福袋香肠，青春无敌 ，AKB 队，互你介意。哦，呀，足青春的啦，大家当在青春了无？来上擂台，呀，来说你。大刀行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哦哦。请嘿，第一道来，嘿，第一届，嘿，易安潘奕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潘奕安，拄啊，你彩排的时阵，你有感觉有好佚佗无？袂歹算啊，袂歹算哦，等下互你搁较好算的。等下真刺激我哦。听起来我有淡薄压力哦。无压力无，今日绝对无压力，有甲水某带来，绝对无可能有压力的。听某嘴大富贵啦。今日介绍落去，来，大王宝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是伊的某，嘛是伊的苏永玲。下骹手啦，足可怜的。你才讲像讲是苏用这两年我苏永玲，没，这是好的骹手啦。对啦，拢伫咱的边啊嘛，甲咱斗相共的嘛，换这个家啦。哎呦，是今日啦，嘛好啊，甲阮佚佗一下，吼，真好佚佗哦，好欢迎你啊，来个杀入去，后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陈，我是阮队长的师弟。好欢迎你哦，来个杀入去，大家好，我是潘明德，我是一个物理治疗师。好啊，若有什么需要的吼，他打电话甲阮袂惊啦，袂记他的啦，嘿，甲阮约一个啦，吼，是会甲你好啊治疗哦，是，今日阮这边哦，拢是有影是诶。大哥哥甲大姐姐，是，较是大人啦吼。啊，咱这边的，咱这边的拢是较囡仔啦。你无法度啦，面对你一定是大人。来，阮是大人，看这囡仔者介绍一下啦我嘛真欢喜啊。嘿，毋过歹势，你徛这就是大人啦。嘿，是大人甲囡仔介绍一下。来，欢迎咱 AKB 咱队长叶文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。欢迎啊！来，先自我介绍啊，再来讲房啊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队长林怡文。哎，怡文你好。怡文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阿文，嘛是会使叫我阿咪，食面的面。阿咪，是好，欢迎。啊，后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有欣，会当叫我抗议，阿咪抗议，欢迎啊！欢迎，好，搁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一楼，会使叫我爸爸。爸爸，哦，名拢搁盖高水呢。恁的团体毋是敢若4个尔对无？毋是敢若4位尔，搁有上济几个有30几个啦，30几个啦，哎，那拢无甲带来啊。毋是啦，拿出来咱来分几啊队呢？哦，有影，是，即嘛是4位上精彩、哦，上牛的，哎呦，带来遮。今日介绍一下，听讲今日有要宣传呀？是。对，这是阮的新歌，啊，名叫你会等我无？会啦，我绝对会等你，一定会等的。阮等你来摕100万啦。哦，啊，当时已经上片啊吗？对，啊，但是阮有活动。有活动来讲。好，先讲活动。阿秋的活动。哎，伫咧11月。22号，是伫咧倒位？伫松山文创园区。哦，松山文创园区。好。2号仓库。是。当来找阮阿秋。哦。爱买专辑还是啥货拢直接去就会使吗？爱买阮的专辑。哦，爱买专辑才会当阿秋啦。买一张就会当啊。啊，一张是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比如讲一张10个人。阿雄，你先报名好啦。你先报名，等下若好的话，你先甲因讲者，私底下讲者。好，私底下讲。你就免去排队啊啦。哎呦，我讲要排到偌长，你知无？是啊。嘿啊。这赞。排到大念2夜去啊！
巨蛋巨蛋，是不是？欢迎您来哦，是今日啊，希望您把奖金摕到登记加油哦。哦好，咱再来好好介绍您啦哈。嘿嘿嘿好，来先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掌声欢迎咱的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，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、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好，咱若气色好，就是表示讲咱的身体会好。对啊嘿，啊，就无人甲恁比啊哦。无错所以讲，咱今日好啊，讲台语哦。加油加油来要拼3关，才会当摕到这100万。无错100万即嘛是遮。请看，来。正港100万，千金毛。好，来，咱即嘛同齐来去啊，来去准备哦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好，台语心事大调没查，错要安怎调查咧？跟两边小报告一下吼是，譬如讲，咱即马面头前看一个平板，哦，平板电脑啊，台语要安怎讲？宝宝的电脑，哦，宝宝的电脑，啊，嘛有可能人来讲是平的电脑。哦，平的电脑，对啊所以平板的电脑，对，嘛所以这就是新事啊，摕来咧是台语是要安怎讲，就是阮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。嗯啊，只是讲阮经过调查，看什么答案是上侪人选的。无毋对，啊，互来无毋对互恁摇，安尼。好，啊，咱分数咧，咱这回拢总3题， 3题哦那拢摇着，上侪得着6000哦。哦，6000元先甲第一个来哦加油。好，我要出题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包子头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包子头，包子头来，大家拢有看到，就是早囡仔上济有人伫包的嘛，是，爱是毋是两个？两个包伫另外嘿，嘿，两个我叫伊法子。香格梨哦，嘿，因为伊拔起来的时阵，哇，敢若梨，是哇，拢会更起来，敢若梨共款啊嘿嘿，嘿是按两个嘛哦，香格迄梨，个价就是法子的是子啊。无毋对，嘿，就一哦包安尼啦，法子香格里，好啊，若是阿雄我吼，我感觉应该较简单一些啊，就是包子头包啊头。我选你的，啊，谢谢。啥人会去香格梨？哎，歹讲哦，因为较文雅的人，两边哦，请选择。必须阿雄边几边。哦，真正，哎，我唔知因是毋是有听我的话，拢就听你的话啊，真正的。我要来问者，来，介文雅的一眼，我是感觉啦，香格里吼是较古早人咧讲，嗯，啊，一般即马的人应该拢是讲包仔头，因为方便嘛。是啊，人讲出来嘛听有，啊，你若讲香格里，有可能人会听无啊。听查某囡仔安那讲哦，对啊哈，来，诶，上过咧，我想到迄个烧酒咧，伊的意思差不多嘿，我咱弄的是那个把我把梨啊了甲更起来，更起来嘿啊，就敢若梨啊共款安尼，是对，但是大部分囡仔啊，细汉细汉时细汉拢袂晓讲香格梨咧，这个讲法无咧恁内底想法内底就对对，了。是包头较简单，简单。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包仔头。发髻啦，哈，咱头发盘起来哈，这是一个发髻哈，咱台语叫做头章粿，啊，有的人的叫是头章粿，吼，拢会使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香格里就是有两个头章粿吼，啊，敢若梨仔形嘛吼，是啊，其实两个拢会通啦，啊，就刚刚拄则来宾讲的，包仔头真直接。是，啊，这香格里真歹念，爱想者所以呢，哦，咱做出来结果有影差足济，包仔头有87点1派啦，啊，香格里敢若12.9尔。来哦，第二题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情绪勒索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情绪勒索，
对不？定定拢有听到讲情绪勒索，可是是啊台语咱就唔知影哪讲啊，对不？我这边啦，较简单啦好啦，情绪热恋。哦，热是恋，啊，那情绪嘛，就是咱的心情嘛。对对对啊，你去对，用勒索，热恋迄勒嗯，就是台语的啰嗦。哦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拢一直念念嘿嘿念，念到尾就是敢若亲像勒索共款嘿。练就是有当时咱会拍伊的时候，你练一寡钱来，哦嘿，叫你踅，甲你讨的意嘿，思啦，甲你讨意思啦，吼，踅一寡钱来，迄种的啊，就是热恋，嘿，勒索，吼。所以我这边是情绪情绪热恋。哦，啊那阿雄我这边吼讲法较直接啦，是就是感情绑票，哦，你这真正有影直接我买算你。最用的就是感，你讲要创话，我讲要选你啊讲创话哦。我等下找一个位置遮无。对对对，感情绑票，就是绑票。不管安怎硬还是软的，我就是为感情这个方面落手。哦，啊，讲到尾就是爱甲你所有遐价值的物件，你的感情还是你的观感、观念，拢啊绑来我这边。来，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一边。嘿，因敢讲我听我的话啊。没错。这位教练没老师老师讲一下我话。有想过，嘿，感情绑票可能是较少年人咧讲，哦情绪导练可能是敢若每一天心情歹，直直讲唠叨的感觉。嘿哦，好，啊那咱这边捌听过无绑票？有听过。听过。啊，是以前伫新闻内底新闻就是用感情绑哦，票。捌听过新闻安尼讲就对啊。啊，伫咧讲台语的时阵哦，情绪情绪就袂晓讲情绪，哦，较直接讲感情。对，感情感情较直观。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感情绑票。感情绑票就是用感情来甲人绑票嘛吼，啊是叫你一定爱做这啦，做迄啦吼，啊这热恋吼，咱的华语就是勒索的意思啦吼。其实这个词伫1932年的台日大书店的有啊，啊只是咱真罕咧用尔吼。较日本时代。啊，迄个即个情绪勒索，其实就是一种会利用人的安那，会惊吓。啊，你感觉你有义务，啊，你有罪恶感，啊，伫啥？伫这关系内底，什么关系？比如讲亲子关系、翁仔某的关系，啊是头家对新郎的关系，去安那，去用这种情分去甲人刁难啦。哦，好，啊，所以咱做出来吼，迄个因为拄则讲的有无？感情绑票，大家较常听过，所以做出来哇，嘛是操作侪74.3%的人选，啊，这个情绪的热恋，敢若25.7%的人选。靠咱家己的实力哦。加油啊好，第三题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3秒胶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3秒胶，大家拢用过嘛吼？3秒胶，我的就是随打鼓啊，水大哥啊，随打鼓啊，就是你即马念会去了，对嘛写那3秒，就是随念会去了，7月随打。啊，迄毋过去唔通去摸着迄个鼓仔本身啦，对无你的手会烧然后去，连掉。嘿会黏掉哦吼。我会较简单，随打鼓啊，啊那阿雄我这边吼，就是直接为迄3年，嘿，3秒交3秒打。哦，哦，我啊，咋？我无要讲你，我无要讲啊，来是看咱家己的实力哦，到底是我的随打鼓啊，还是我的3秒打咧？来看恁咯，来请选择，必须阿雄，演一遍。即届就真正有家己的想法啦，无共款啦拄则的想法其实大家拢会共款，对对对吼啊，即届就较无共款啦吼。来，即马来问咱一安，因为我甲爸爸妈拢讲台语啦，所以阮拢讲水大鼓啊，水大鼓啊起来。哦嘿，诶，嘛是袂歹日常当中嘛是有人安尼讲啦吼，是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的来，即马少年人哦，拢讲33秒3秒打，对，水打鼓啊，较古早的人讲的，会安尼讲的，嘿，伊就惊去结识着对面的嘿。伊无看阮两个哦，伊无看阮两个伊看伊边伊看哦你那边嘿嘿对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
答案是美秀的水大哥啊。3秒答是直接就华语的字来翻的啦，哈。好啊，这个水大哥啊，吼，这个水大的口，台语开口。是。吼，啊，迄个，所以咱做出来结果3秒答是45.4%的人选，水大哥啊有54.6%的人选，所以差无介济啦。来，今晚来看两队的分数，看我们安队。安队今晚有6000。AKB 咧，毛5000哦，袂歹袂歹。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等下就要看，带恁去看过去啊！吼，就是一张相片，即马 AI 之后，拢会甲你做个会叮当。不过内面有物件哦，有什么物件咧？有当时啊，有可能是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还是咧落田做事啦。哦，啊有当时啊，可能是一个地点，譬如讲车头，某一个古早车头，还是某一个譬如讲总统府安尼。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，手放在遮，等下听我讲，车手台的时阵那个紧的。吹落去哦，较紧的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车提示是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的吼，是要有环境变清气的驾驶哦。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足明显啊，头前迄堆有哦。这是啥？嘿啊嘿啊。哦，有吼。咱大多看到这人，就是当咧做一种工具，啊，这工具咱日常拢会用到。请问，因做这物件是啥物呢？恁敢知影片内底的人是咧做什么工具的咧？上个咱车提示是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的吼，是要有环境变清气的驾驶哦。哦，驾驶哦，会记哩哦，哈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足明显啊，头前迄堆有哦。这是啥？嘿啊嘿啊。哦，有吼。哦。一支有哦，迄阿伯安尼一直扣，因为做手工艺啦。嘿啦嘿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车出地。哦，要带恁来去手工厂看一下哦。咱大多看到这人，就是当咧做一种工具，啊，这工具咱日常拢会用到，尤其摒扫的时阵。请问，因做这物件是啥物呢？哦，阿妹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是，咱公平哦，哈。来，咱车手答。好，来，叶安。扫帚。扫帚。扫帚。是，你捌看过嘛？对不？捌用过。捌。哦，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扫帚。来，老师扫帚对唔对？哦，对。明白。扫把有三种讲法啦，哈，一种是扫帚，一种是扫帚，一种是扫帚，拢对哈。啊，迄个这其实嘛会当讲扫西啦，迄个像我台南人，阮是有分的，阮若扫外口迄滴啊，好用迄个滴甲机绑的，这阮就叫做扫西，还是扫水。啊，我伫厝内咧扫营业的，吼，阮就叫做扫帚。啊，有的人可能无分啦，吼，拢会使，吼。好，啊，咱影片内底看到的这个相片上，嘉义林保馆的寿山场，嘉义林保馆寿产厂。哦，原来工作成熟的吼，啊，以前这林保馆是创啥？是咧做一寡社会福利的工作，包括啥？你的头路的辅导，吼，啊，这个寿山场就是啥？头路的训练所啦，所以你若是无头路的，会当来遮啦，学一下功夫。所以你有看到有哦，过来查甫人坐伫咧家椅头啊，伫遐啥？伫遐咧拔扫西，吼，这条的答案吼，拄则讲的，扫帚、扫西。啊，拢会使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后手够3位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加油呢！加油！好，等你分数嘛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，上文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咱要看的是1910年的嘉义公园。哦，嘉义公园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哇，古早！哦。哇，你看以前的华语拢是为正面写到倒面。是。哦。
嘿，斟酌看哦。哇，哦，赞！好，来要出题啊！是来，今日咱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仔日咱要来去公园内底佚佗。咱头拄影片看到的就是嘉义古早迄个嘉义公园。是。啊，内底有一个物件是跷跷板。跷跷板。啊，你敢知跷跷板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来，咱请出答。哦。诶。老成的啦。老成。我就是跷板。因为敲一边，敲一边，敲一边。哦，跷板。囡仔人会耍的跷板。跷板。跷板。嘿，跷板。来哦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跷板。老师应该是吧？拍谁啊？有，伊加足活泼的，真好，学习到真好。老师。好，来，机会来啊！跷板啊！哦，袂歹哦，跷板啊，是，跷板啊，跷板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跷板啊，对唔对？跷板啊嘛唔对啊。其实咱用到阮这个年代，阮嘛袂记你安怎念啊。对啊。嘿，不要紧，咱老师来念互恁听吼。来，老师，咱若讲死翘翘，咱讲死翘翘啦，不过咱这唔是安尼讲吼。来，嘉义公园是日本时代1911年就起好的公园吼，啊到今已经110几栋啊。是。啊，迄个明治时期伫台湾都有13个公园吼，啊嘉义公园是其中之一。后来嘉义有一个真出名的画家，叫做啥？陈定波、陈澄波啦，吼，伊捌伫这个公园画过真侪图，可惜伫228事件的时阵，哦，迄个伫嘉义车头遐去互人枪杀啦，吼。啊，你相片看到是公园内底啥？囡仔咧耍的这个游乐设施，啊，其中这种跷板，因为咱人啦坐落去安那，伊会袂稳嘛，爱安那空翘，所以咱台语就会使讲空翘帮。哦，空跳帮，嘿对，是，不要紧，安尼就好啊，打出第一步啊，真好，不要紧，后够有两个哦，来，今日来换人。今嘛要出题啊！是，我来提示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互恁看是1896年所成立的一个所在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哟，哇，古早呢？哎，真正有影就古早。哦，这种规模敢若是，哎呦，哇，是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今日咱要来去台南佚佗。他拄仔看到的是日本时代，这吼是属于咱台南州厅的一个所在，伊专门咧救人、救世哦。你敢知影这个所在伊叫什么名？哦，这个所在伊叫什么名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救人的所在。就救人的所在，干那一个名。好，来。病院啊。倒位的？台南病院。台南病院是好，来老师，台南病院对唔对？好，恭喜！咱伫影片内底看到的是一张啥光批啦？是光批，就是咱华语讲的明信片。哦。好，啊，迄个伊顶悬的这栋巴洛克式的建筑物是日本时代的台南病院，伊是1896年设的，哈，是台南上早公立大病院。啊，1920年台湾总督府设在台南州，所以日本时代伊是属于台南州厅，啊，国民政府来才甲改做即马卫生署在管的台南病院，所以咱的答案就是台南病院。加油加油 ，AB，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手更好哦。来哦，我要来啊哦。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是武侠的少女哦。哇，武侠的少女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
哇，哦，这就是安尼，是对吧？对吧？对对对一，种乐器我有啊。这咧，哇，这里有哦。嗯，哦，我甲会记你讲厝外景的时阵有人送，捌拄对。哦。哎，下面真高水。短一短一短音安尼。好来，要出题啊！哦，加油哦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今仔日要带恁来去山顶内底看咱原住民少女哦。因头拄啊，这三个少女伫咧部落内底，因当咧分一种因家己的乐器。啊，你敢知影这种乐器叫什么名呢？拄好看到迄乐器哦，嗯迄乐器叫什么名哦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哎，袂歹袂歹，咱又看卖，无听到，互你又着。是对对对对滴滴对滴滴嘿对滴，对滴不知道哦，竹笛就是哦对笛嘿哦，哎，有做拼啊啦，笛子或做拼啊，叠拼啊呀，对拼啊，哎是毋是？你感觉是对拼啊？嘿对好，来，我甲老师问一下哦，吼，来，老师对拼啊对毋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哦，这这无好讲哦，歹讲歹讲歹讲，歹讲，来，换你，爸爸妈妈，口风琴啊，台语咧，台语口或做靠，靠风琴、风琴、琴、靠风琴靠风琴，靠红琴，嘿哦，来，老师靠红琴对毋对？你伊的是风风琴，还是风风哦？嘿，靠风，咱咧吹的风哦嘿吹来吹去的风，哦，安尼就歹势咯。啊，老师安尼意思敢若是差一点点仔音对毋对？哦，哦，好，不要紧，来，老师咱请问解释。姐问姐，这就是口簧琴，哦簧哦口风琴，是哎，所以我们啊，毋过念起来音是共款。哎呦所以我们下底就咧问讲，你到底你的意思是倒一种啊？吼，好，这种口簧琴是原住民的啥传统乐器。是啊，咱台语目前吼，甲无大家共同认定的讲法啦，吼。啊，咱会当直接就伊的字讲啥？口簧琴。靠风琴，口簧哦吼嗯，来啊，因为伊是用啥？用喙吼，伊用喙安尼分的哦，所以我建议嘛会使讲啥？喙琴啦，喙琴，嘿，啊，这个口簧琴是南岛民族因的文化特色之一吼。咱台湾的原住民有16族，干那达悟就是达悟族，因无安那，因无这款文化的啊，吼，啊，因用这款喙琴是来安那表达男女之间的意爱，吼，啊，嘛会当当做平常时的娱乐，啊，这种文化咱来安那用心去甲了解甲保留，嘿，所以答案是口簧琴还是喙琴？好来，咱先看来分数，好看安队，安队今嘛有12000，哎，啊来来 AKB 咧，有5000哦。好，来进来咱的第三回啊，两家来拼台。第三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来，看到哦，伊头啊，一个问号，哦，这问号什么意思咧？系问号代表的是奖金，奖金，嘿，上少吼3000、1000啦，啊那上多10000、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哦，上济15000到1000哦。嗯加油好，来加油8提示嘛，对不？来，咱念一个来928， 928水水韩团、韩团素食、素食华山、华山中药材、中药材钟馗、将贵。劳动。啊，咱队长若较唔知的时阵，阮有一个哦救人的机会，你就讲救人哦，有一条命，啊，咱就通啊甲队长，咱就通啊参详，吼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讲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选，有可能先甲15000提起来哦，较有这个机会哦，好，来 AKB，语文、来要选啥？韩团啊，韩团哦，韩团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韩团的奖金有偌济，5000，袂歹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2025年有真侪韩国团体不时会来台湾表演，莫怪因对台湾熟悉的，像这款情形，咱会使讲因是行走卡咧，还是咧驱便所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好，来，知影就紧来试落哦。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嗯，行走卡，行走卡，我捌听过这个词哦。嘿，有袂输咧听行走卡咧。过，行走卡，好，来，行走卡，行走卡对唔对？
来，因为咱人拢啦，拢会枵屎啦，是，所以咱若伫厝内不时拢会去对去灶骹找食，啊，第三行灶骹顾巴肚啦，吼。所以一个所在你若定定去，啊，足适合人哋讲啥？哦，食吼你袂输咧安那，咧行灶骹咧，吼。啊，这 Super Junior 是韩国足有名的这个表演团体，是，因内底成员有安那个人来的，啊有当两三个来，啊嘛有分队来的，来台湾已经25摆呀，哇！所以咱台湾有啥物好食的啦、好耍的，伊拢知，吼。啊，甚至佫会到台湾做西装咧，吼，啊去教堂做礼拜，所以呢，这网友啦，就讲因安那，因来台湾袂输咧啊，咧行灶骹咧，嘿，所以咱的答案就是行灶骹。选多一个，来，要选多一个，华山吧。华山，华山，嘿，华山，加油！来，咱来看下华山的奖金有偌济？有厉害哦！好，来，今日甲摕起来哦。请问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伊是足侪大家爱去游览的所在。啊，你敢知影遐原底是咧创啥物的？万二，你参考救人不要紧，来救人。疑心在。华山文创园区伊原底是啥物咧？来，咱看下华山的奖金有偌济？有厉害哦！好，来，今日甲摕起来哦，来请出题。请问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伊是足侪大家爱去游览的所在。啊，你敢知影遐原底是咧创啥物的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即马遐以前是咧创啥的？嘿啊。然后去算过，应该拢可以看。万二，你参考救人不要紧。救济，来救人。疑心在。来。因为我进所进前伫边啊。哦。诶，迄当阵，迄是酿酒诶。哦，结酒诶，结酒酿酒诶，结酒诶，酒厂，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酒厂对唔对？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伊原底是啥？台北酒厂，吼，是日本人伫1914年起的。啊，伊早是咧做啥？日本清酒的，吼，的厂房。后来才成做台北酒厂，吼。啊，民国76年，这个酒厂，吼，刷去别位了后，这华山家是为民国88年了后，伊才豆豆发展做多元的艺文展演区，或者艺文界啦、团体啊、甲个人来使用的。所以咱的答案，若要甲正确的，就是台北酒厂。有啊，即马遮拜六礼拜真热烈，真热烈。好，来换你哦。啊，还有万五的，加油加油！万五，嘿，还有万五的哦。中药材就啊，伫边啊呢，就可能万五。哦。而且真贵啊，中药材。好，听你的。来，咱来看者中药材奖金有偌济？真正的哦！哇，大家拢厉害，对呢。咱拢即马拢在后，目睭拢看有呢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阿翔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树木仔汤内底有4种中药材，有当归、熟地、白术。请问你敢知影另外一种是啥物？是青芪还是川芎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拄好恁是查某囡仔，应该爱知影哦。会当救人哦。男仔会使捌听过无？树木啦，你捌食无？来，捌食无？树木啦，捌食无？阮爸爸是中医。哦，中医师。哦。来。哦。这个人袂晓等下拍。人袂晓。是青芪还是川芎？川芎，川芎，哎，无法救人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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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川芎的味足重的哦，川芎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川芎对唔对？高，来，阮
树木咱是咱传统的保育，伊内底有4种药材：当归、川芎、白术、熟地。啊，这4味恁来甲夹做伙，对啥补血、活血。调经拢有帮助，啊，佫会互人精神较好。啊，一般咱较知影，就是查某人若月经无顺、气血不足，咱会当啉我这树木兰汤来调养。啊，其实只要是啥欠血、人较虚、查甫、查某拢会当啉。好，来换你啊！够一班呢？老董老董老党老党哦，来，咱来看者老党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有7000嘛是真好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地名以早号做老董？伊吼是原住民语“搞”的意思。你敢知影是新北的龙洞，还是宜兰的老洞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老洞是老洞，原住民老洞。宜兰的罗东，罗东会当，罗东嘛会当。罗东，我唔知。系啊。宜兰的罗东。来，宜兰罗东对唔对？罗东是咱台湾所在上下，唔过伊的人口密度是上悬的小镇。啊，罗东这地名是安怎来的？有人讲，只有一粒啥大石头，伊的形亲像高山啊。啊，嘛有一种讲法是讲，以早罗东还未开发进前，才有啥真侪树林。啊，这树林内底有真侪啥高，有真侪高山啊。啊，住伫遮的原住民是这个噶玛兰。格马兰族哦，啊，伊甲这高叫做啥？河东。哦，我特别去原住民书店查河东哦，啊，讲咧全啦，甲这个罗东就外音的，后来汉人来遮开垦，就用这个音，甲遮写做啥？罗东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这大汉人我嘛讲唔知。古早的代志。对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这题目真好，拢会知影，互咱以前的历史咱咪淡薄了解一下哈。好，来换有呢。够素食，好，素食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素食的奖金有偌济。哎呦，这叫做无自信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离岛的县市，倒一个是唯一无麦当劳的所在？是金门、马祖还是澎湖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无哦。无。来。救人啊！哎呦，嘛是爱救人啦。救人。阮去过澎湖，还是有。澎湖有。金门。啊，就剩金门甲马祖啊嘛。金门嘛，去过金门啊。对，阮跨年的时阵嘛去过。是。所以阮有马祖，又看麦，马祖，好，又看麦哦，又看麦，马祖，又看麦哦，大家拢惊惊的。好，来马祖，好，来咱来看一下马祖对唔对？马祖是咱台湾唯一无麦当劳的县市，啊是安怎嘞？人讲啥？了钱生意无人做啦，啊开店做生意，当然你爱算会好啊，哦啊会好盘吼。所以这个麦当劳因公司有一个规定哦，一个所在你要偌济10万人才会当设分店，啊伊即马伫马祖有设户口的，干那14000人尔，啊，佫无啥物外来人口入来嘛，所以现主时咱的麦当劳袂伫遮设分店。好，来换你叶安。钟馗。钟馗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钟馗的奖金有偌济？有3000嘛，不要紧，好，来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跳钟馗是一种辟邪的仪式，你敢知影这个仪式定定出现伫咧倒一个节日呢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是哦。那是有演迄电影，应该就知。应该拢知。中元节。中元节。嘿。啊，你嘛有演戏说台湾呢？嘿啊，这嘛拢会知。中元节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中元节对唔对？
鬼是咱的民间信仰，是互人当作啥？会治鬼的神啦，吼。啊，这跳钟馗一般是用的啥？拄煞、阿西加上钩这款科仪，就是科仪啊，吼。啊，这拄煞就是变后啥？神庙起好，新戏台头一摆演出，按着跳钟馗来啦，拄煞，哦，啊，甲这歹物啊赶走。好，啊，阿死就是若是有人发生车祸啦、拄事啦、自杀者意外，啊，为着无爱互啥枉死鬼来掠交替，哦，就爱跳钟馗来赶鬼，哦，啊，这送姑就是咱普渡了后，若有好兄弟啊，无爱回去，就需要啥？跳钟馗来赶回去这地府，哦，啊，因为送姑是7月半嘛，啊，中原普渡咧做的，所以咧答案是。中原，好来换你啊！搁一个9千，一个1000，一个高，一个差条这呢？看卖是毋是遮尔啊厉害？哎呀，算拢大条的呢。对。高礼拜的928，928， 928，来928咯，咱来看928的奖金有偌济？因是运气真好呢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9月28日是孔子的生日，你敢知影全台湾所在上快的孔子庙是伫咧台南市还是高雄旗山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上快上大间的。上快上大的哦。上快，已经袂使发救人啊。对。个台南的孔子庙。较有名，较有名，较有名，袂歹啊，嘿，有影，是，好，上快对上大间，上快，所以是台南，好，台南，好来，先讲啊，阿姊，这题因若输，对方若个赢，反正因就袂赢哦。对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台南哦，台南吗？台南市对唔对？台南的孔子庙甲旗山的孔子庙，因起造的时间是差220冬，哦，不过2间拢真出名。啊，台南的孔子庙伊是啥？历史上介久，伊1665年就有啊，是台湾头一间孔子庙。啊，那旗山的孔子庙有4.1公顷遐宽，是全台湾嘛是。规个东南亚所在上快的孔子庙，伊是1985年才起好的，所以答案是高雄旗山的孔子庙。好来，顺利哦。我都唔知影孔子庙呀。会哦。会。好来哦，咱来看一下会奖金有偌济？有1000。哎，安尼平呢？哎呀，平就精彩啊！安尼平呢？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讲两个人是顶下伙啊，是咧讲这两个人的伙数差无偌济，还是讲查甫比查某的加真侪伙，加真侪伙？是来60秒的时间，是两个人的年会差无济，还是讲查甫比查某的加真侪伙？是好来。两个人差无会数差无济。哦，是两个人会数差无济。平手才赢哦。来哦。两个人的会数差无济，对唔对？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000咯，白手咯。真正白手啊！顶下会就是因为年会差一岁啦，叫做顶下会。顶下会。比如讲，咱的安队，咱的老成，伊是26岁。啊，咱的 AKB 的队长是25岁，啊，两个就是啥顶下岁啊。是哦。所以答案就是两个人年岁差不多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就要紧来看咱的分数。来，咱的安队，今嘛有35000。哎，啊那 AKB 咧，嘛是35000哦。所以两队拢会当来算咱的游戏就对啊啦。好，来，今日两队来去咱的1秒1000斤。1秒
秒，大千金。看图又属意，哎，两队真正恭喜的35000平手。对，水水水。吼，不过咱拄好有严谨呐啊，嘿，因为两边拢会当佚佗这个游戏嘛吼，所以讲咱一安先来是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来，先甲大家讲一下哦，咱有一个图。内面就是俗语，属意。啊，咱来去看这图到底是咧讲什么俗语哦？吼，啊手要较紧的哦，一直拍一直拍，讲啊对，哦一直爱念，讲啊对，上就会停啊我会发哦。正确就会停。所以讲用秒数，就是35秒。对，35秒，安尼两队拢会无够。咱讲啊，添30秒，拢比65秒，好不好？两队拢有65秒加油哦！哦！来，上诶，咱请出题，来背你狗后面什么？有一只狗哦，嘿嘿嘿，后边是只猫，头前是只狗。来讲啊讲啊讲啊！是阿公已经死掉了。名目。哎，对对对，但是台语是呀，是没吧？两队来 PK， 倒一队会当甲奖金摕走咧。来，上诶，咱请出题，来请看，来谢你，这足清楚、足简单的，讲到啦，告回家。正确。来，哎，狗吠火车，就想要甲这只狗讲足危险。意思就是拢无路用啦。是啦，你安那吠到烧伤嘛？火车嘛袂停啊。无唔对，就真正去买票，再当去车站内去坐火车。对，好，狗吠火车，好，来，咱即摆看几秒。哦，够57秒哦。 57秒，咱因要安那赢，就是秒数看向剩较多。出较多，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第二题哦，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请看，来谢你，生肖，用一个变，看我一个变，嘿，啊你你啊看有几个十啥？ 12生肖，讲啊讲啊，生肖变套变套套。好正确，哎呦，12生肖变套套啦，变套套，应该拢会当啦吼。变套套，哇，变套套。然后老师讲变套套，是有啊，都是12生肖。嗯，哦，意思讲就是啊，你这个人敢若老师是毋是足够软胖啊呢？意思啥物头路伊拢做过啦，一定换头路啦。这种来叫讲12生肖变套套，是。好，来，今麦看者，够40秒，来第3题啊！加油哦！上个咱请出题，来请看，来背你狗后面什么？有一只狗哦，嘿，后边是只猫，头前是只狗。嘿，来讲啊，来，高来虎，嘿，鸟来起大厝。好正确。狗来虎，鸟来起大厝，拄好背你哦。你看头前有一地钱有无？啊，猫后边是摕一个设计图无？来起大厝有无？嘿，我想要摕报纸了。我这意思是甲你讲哦，咱有真侪狗啊，唔通家己液态啦。狗啊、猫啊拢是好的，因为以前人拢要好结条啦，所以看到流浪狗也是流浪猫来厝的，都好生之的，拢会甲收起来。是，啊，不过即马迄画液态迄种冇啊，吼，因为两种动物拢真好。后来咱即马真好是看咱的秒数。哦，家己报告够23秒哦，23秒哦。后来留着咱即马换另外 AKB 啊，加油！好，来欢迎你咯 AKB 来，咱即马先等你休会。来，就冷静的4位姑娘啊，姑娘啊加油！就我补一句好不好？好，来老师你补。迄个狗来补，迄边爱念做虎。狗来补，狗来补，啊鸟来起大厝。哦，正确的电话是安尼。狗来补，是。好，来，你有听过无？狗来补，猫来起大厝，有无？无，真正是无。安尼好佳哉，你无出到这题。对，以后就是把这记在头壳内边。对。好，来手跟连个顶面啦。来哦。我要讲一届有3题哦。好，来第1题哦，上面咱请出题。来请看。好，哪个你？钱。迄顶外是一个什么？甲一个什么？哇。嘿，钱对，迄是钱。钱。无，你看迄个是边仔迄个啥？一个人是安啦。人。一个人安啦，走。啊，这钱是？人咧走。唔是咧走，唔是，迄字叫做卡啦。卡。人什么卡？钱什么卡？人。几支？你看迄人。人卡，机器卡。金卡。机器。
对。无听过真正。人卡钱是卡哦，这意思就是讲人吼，永远掠袂到钱啦，趁钱真辛苦的意思。哦，不过因为是唔捌听过，成绩佫袂歹。哎呀，哎呦，够34秒袂？ 34秒哦，加油加油！嘿，佫剩2题哦，好，快会当拼过伊。加油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接歌啊！来5个你，阿公对，阿公阿公安娜，安娜，举头望明月，哦不，睡勒困，是，阿公已经死掉了。哎，对，但是台语是不是不关，好，幸好我终于对了，意思对了。来，4目唔完切，咁啊切起来，嘿，死不瞑目啦。是，好来，哎呀，老表，老弟，咱嘛爱有运动家的精神。动作甲拼落去啊！拼落好来，第3题，咱请出题，来接看。好，哪个你8点，透早8点到暗时啊9点，透早8点的时阵在做啥物？但是暗时啊9点的时阵，打扮很久，不要紧，咱直接讲答案。哦，答案无，来艰苦头，快活尾。是艰苦头，就是头前会较辛苦，啊落尾咱就豆豆啊较快活。因为透早8点咧做事嘛，较艰苦，暗时啊9点已经咧。伊啉酒咧食物件足快乐的啊，嘿，意思就是先苦后甘呐。是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已经嘛是爱心一粒啊，无唔对，啊赢的真正是咱的安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摆来去颁奖。来，够奖牌。哎呦，恭喜哦！进入复赛咯。恭喜！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专家有智慧，到林炳来去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再会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你袂歹咧，35000就多，谢谢，好感谢，感谢，后